塘，觀塘廣場鮮味蒸滾鍋飲下午茶。港鐵觀塘站 B1 出口出。出站後向前行1-2分鐘，見到呢個商場入口。從入口向前直行就可以搭 lift 上15樓，上到去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下午茶2點至4點，茶錢8蚊，大中小點一律18蚊，特點32蚊，頂點38蚊。下午茶冇其他優惠點心紙。蒸飯只有早上7點至11點供應。全部粉麵飯正價98蚊起。香煎蘿蔔糕大點18蚊，細力一夾就散開，味道一般。北菇棉花雞大點18蚊，有2件雞、3件魚肚、3件芋頭、1件冬菇，雞幾滑，魚肚 OK， 芋頭好食。蜜味叉燒腸大點18蚊，叉燒腸比較幼細，味道一般。蒜蓉蝦春卷大點18蚊，唔係幾熱，春卷皮有啲腍咗，一般。金叉埋單97蚊。